好，來繼續來看立法院長韓國瑜日前上去了後，嘛傳出講甲布坤基有心結。戰鬥內發起人趙少康就講，因為布坤基想要做立法院的副院長，但是韓國瑜無想要合作。今仔日記者甲韓國瑜問這個問題，韓國瑜是快閃無回應。還會支持副總召選副院長嗎？敏感的問題攏無因佇調查協商上去了後，立法院長韓國瑜頭一擺公開露面，進前戰鬥內領袖趙少康就講，衝突的導火線敢若就是總召布坤基笑上立法院的副院長。希望卓榮泰不要再踐踏立法院的尊嚴，也希望賴清德好好珍惜韓院長的善意。眾議選表決大戰前，更加將韓國瑜封為朝野和諧公約數，驗過協商的交鋒，依然是事尾了了。議會處理議案，布坤基的議場咧講電話，三件四件直接佇發言台陣咧坐落去，這離韓國瑜上近的所在，雙方的眼神攏無交集，甚至最近國防成講，國民黨團即馬有陷入院長派甲總召派分裂的情形，是講黨團的成員一個聽到了後，攏開始拍太極。我才因為我自己客人，我不在現場。大家都很熱絡嘛。對，大家還在等人數到齊。那覺得今天氣氛應該會蠻好的。對，還沒開始講，我不知道。立委黃建和是講，黨團大會氣氛甲較早同款攏和諧平靜。黨團大會今天早上的氣氛還是跟往常一樣，還是蠻和諧的，也都是蠻平靜的。那大家就事論事來討論，到底預算哪些應該要過，哪些應該可以協商。洪小講佇議會小會議室協商的時，布坤基有官聲笑對話，韓總統好，韓國瑜有甲應講聯合國秘書長好，兩人佇三黨團前和好。他們其實這樣互相戲謔、開玩笑，已經不是第一次了。他們畢竟兩個人幾十年的交情，像這樣的事情，其實叫大做文章，大可不必。我聽起來是有一點酸味啦。國民黨黨內風波被公開，敢真正有和好？當事人點滴在心內。